那么，我们这个下一个寄送呢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讲的这个法尔尼呢，从那个世间谜言的角度来宣说和还有这个深意空性的角度来宣说，就是首先呢，就是讲那个真实宣说法尔尼和讲它的必要，缘起，生诸法，结局一字体，主不共法相，兼因世热当名言次法而不可否认也。那么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就是全部呢，就是依靠就是自己的因缘而这个产生的啊，就是依靠这个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这个一些这个树木啊、草花啊等等，就是这些呢也是依靠各自的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我们内在的这个轮回啊，或者是起心动念呢，也是依靠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这个因缘而产生的，不依靠而这个。不依靠因缘而这个产生或者是存在的这种法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这个任何法也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在有关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说是这个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十大萨门说，就是佛陀呢在有关大乘经典当中也讲了，当然我以前看过的有一种这个绕塔经呢，就是造塔经吧，就是造塔经里面的这个寄送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相同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依靠各自的这个因和缘而这个产生的，不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法呢，在实践当中也是没有的。龙门菩萨也说了，就是不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法也没有的，不依靠空性而存在的法呢，也是没有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当然，这种这个因缘呢，实际上就是诸法的这种本体，也就是说呢，它的这种自性。就是什么《十念论》当中也是这样做的，有是一自性安住各本体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切诸法呢，其实它安住于自己的这个本体当中，安住的这种本体呢，谁也就是没办法就是推翻啊，就是没办法推，因此呢，就是各具足自己的这个法相，而各自呢都。就是居于就是自己不公的这个法相上，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实践的这种比如说一些这个地的法相呢，是这个坚硬的；火的法相呢，是热心的。还有在我们这个颂文当中的这个颂字里面包括的比如说就是灯子这个所包括的有些这个风的法相呢，是这个动摇的；这个虚空的法相呢，无阻碍的等等，就是地水火风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法相呢，就是安住于自己的本体当中啊，就是那么这种这个本体呢，就是我们这个名言的一种这个规律，名言的一种法儿。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一切诸法呢，它有这个深意当中的一种这个法儿，实数当中的一种法儿。法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性。法性的意思呢，就是本体。那么本体的道理如果不懂的话呢，我们以前那个经常这个所学的什么就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啊，这自然规律呢，应该讲同学们应该知道，这就是自然规律，是不是？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是啊，对，就是自然规律。他的那种不错了，我有时候也想起来就开始想表演，所以我们那个自然规律啊，就是真的是一切诸法呢，在名言当中有它的这个自然这个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呢，真的是谁也没办法推翻的。但是这个名言当中的自然规律呢，其实比较简单的一种规律和比较深奥的这个规律啊，有两种。简单的这个规律呢，刚才我们在这个颂词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地水火风的这个本体啊，什么风的本体是这个就动摇啊，就这些词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山的这个本体呢，是这个永远给人们带来这种快乐的本体，而恶的本体呢，实际上对众生呢，带来不快乐的这样的这个本体呢，我们现在世间人没有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呢，都不会懂到的啊。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始终都是有一种嗔恨心啊、贪心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是这个恶的，对他的这个身体也好、心理也好、整个生活呢，带来痛苦的，这种本体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发现的。
然后我们如果发菩提心呢，发善心呢，然后这样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气氛，它的作用，它的果啊，全部都是对众生带来这个快乐，带来吉祥，带来这种就是和谐。那这样的道理呢，我们现在很多都不明白，就是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法尔啊，就是这种法尔你呢，就是没办法这个否认的啊。谁这个敢否认呢？我觉得是我们实践当中呢，虽然有一些这个学过一些这个相似的知识的这些人呐，但表面上看的呢，这些人自己认为是啊，我这个学过一定的这个知识。前一段时间我听说我们一个同学说，我们原来这个20年聚会的同学会里面呢，我当时讲了一些这个无常的道理，让他们有一个领导呢，以前对这个佛教呢，就是一点都是不理解，就是反而呢，就是觉得是佛教是这个迷信的，就是他对这个唯物论呢很有信心的。但后来呢，我们所讲的一些这个人生这个无常啊，因为经过20年的，一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表演，就是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不过我们没有放上这个照片，如果放上照片的话呢，真的是那个20年过了以后的这种这个景象呢，完全是不相同的。但后来呢，就是通过各种语言呢，通过我们的这种这个交流啊，就是最后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昨天有些人跟我说啊，就是以前呢所谓的这个人生无常呢，他觉得是好像是这是一种说法而已。但通过这种道理以后呢，我就完全明白了，就是人生这个无常啊，就的确是无常的。我自己的从小学到现在的这种一生的经历来觉得，也是人生无常。我现在有了这个深深的体会。他是托别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感谢我，就我都是不需要，就是这个别人的这种感谢。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有时候真的依靠各种因缘吧，就是自己哪怕是一句话也获得一种这个收获。有些人呢也各种因缘吧，就是讲了很多的法，但是呢就是得不到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利益，就是这种情况都是经常存在的。因此我想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玩法的这个无常的道理啊，那么一切痛苦这个的来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前造的这个恶意啊，这些道理呢，我想世界上的人们呢都以前都不知道。现在如果通过一些这个文字啊，或者是一些真理来了解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珍贵的。因此我们谁也就是像这个富人的话呢，就根本没办法的，就像获得这个热心一样的，获得人心。你说是这不是热心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你故意就是诽谤就是世间的这个名言的。同样的道理，我们造恶业呢，就是他不会这个受什么这个痛苦的果报的话呢，那你完全是这个诽谤的。当然，这样的这种道理呢，就是这是这个佛陀的教言当中，就是才能这个明白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类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的话呢，那么他们呢，就是只是表面的，就表层的一些道理呢，就是他们还是有所研究，就是有所这个探索。但真正的这个真理呢，应该说是依靠这个佛教的就是真理当中，就是才能知道的。因此，我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劝大家，就一定要就自己就花一定的功夫，就是一定的时间当中呢，还是要研究这个佛教，就是这个佛教的道理呢，真的对我们就是带来很多的这种快乐。这种快乐呢，并不是口头上这个赞叹的，并不是现在世界上有些人呢打广告的就说我的这个产品如何好啊，就不是这样的，真的没有任何必要的。但是从内心当中就是获得这样的收获呢，我想是给别人分享呢，非常有这个必要。下面，下面是这样的，就依法有法，有依法建立，谦于民，安利，无变异，以自提醒主。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讲讲这个法尔尼的这种必要啊，就是法尔尼的这个必要啊。那么它的这种必要的安利是什么样呢？其实一切诸法呢，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虽然安住于自己的这个法相当中，但是我们就是要这个判断这些法，然后要了知这些法的时候呢，要懂得就是一个法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呢？一个法呢，就是也可以就是
就是很多的这种法呢，就是可以分出来。这个分出来的方法呢，当然是通过这个简历和前语两方面来这个分。我们这个从移民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简历方面的话呢，比如说这是主子的话呢，那这个主子呢，就是它是有违法，它是所做的，它是无常的，它是存在的等等，就是从这个简历方面呢，我们就是可以进行分析的。然后如果这个前语方面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主子呢，是这个本体是不存在的，那么它的这个形状呢，是无有实质的，它的这种本体呢，是没有克性的等等，就是通过这个否定的方面呢，也可以进行这个前语。总而言之呢，我们任何一个这个实有的法，或者说任何一个法呢，它可以有无边无际的这种意义。就是人们的这个分别念和人们的判断的能力没有消失之前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法呢，不会这个消失的就不会消失的。那不消失的话呢，它的这个本体上面是不是有这样呢？应该是有的这个珠子呢，就我们说是从肯定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呢，这个珠子上面是也应该在从名言当中来讲是存在的。然后我们要否定很多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在这个梵体上呢，珠子的本体上是也应该这个存在的。因此呢，以每一个法，它这个各自呢，具有自己的这个本体就刚才这个圣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每一个法呢，它具有自己的这种本体。贤良所取尽，合则一梵体，家里是依法分别是分析。那么这些法，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任何一个法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贤良来去的话呢，那就去这个它的这个自相以肯定的方式，或者是以建立的方式来，去它的自相。比如说我眼睛看见这个柱子的时候呢，那么柱子的这个上面的这种真正的这个色法的这种部分呢，全部都让这个就照见无有这个混杂的方式呢，无有这个谦和的方式而这个照见的。然后这样的这个索取境呢，通过这个分别念来进行剖析。进行剖析的时候呢，我可以因为这个柱子呢，不是这个就常有的这个梵体来安理，它是这个无常的，不是这个非所作的这个角度来安理，它是这个所作的等等，在它的这个本体上面呢，我就可以安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家里的相当于是一体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法。这是我们学习前语的过程当中呢，也已经讲了。本来是珠子的本体是这个一个本体，也可以说是一个本体，但是依靠我们的这个前语和分别念来，进行这个剖析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名言和这个一共相这两个这个自相和混为一体。当然，这个自相混为一体呢，已经这个混为一体的，还有呢，将来可以混为一体的，有各种这个情况这种分别念是各种情况。那么这样来进行剖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柱子上面呢，我们可以安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法，这也是通过这个分别念来进行这个剖析的。而无分别念当中呢，只要你面前先前之后呢，已经去了对境了，不会有更多的了。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通过分别念的话呢，任何一个法，它的这个本体上呢，可以分很多，多的呢可以分一的，一呢可以分多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前语的这个特点。实体繁体例，由此而方式，也了诸所者，彼广多暗理。他这里要了解，通过这个分别念来了解的时候呢，当然是从两方面来了解。任何一个法呢，通过这个实体和繁体上面来暗理。这两种方式呢，可以了解实践当中的一切这个玩法一切这个玩法，大家都应该清楚，什么叫做这个实体呢？我们这个实体呢，不依靠不关待这个其他的法，独立自主的能体现出自己的这种本体比如说我们一说这个一见到这个柱子的时候呢，不需要关待其他的这个因，你的眼神面前亲是自然这个现象呢，这叫做这个所谓的实体。什么叫做这个繁体呢？所谓的这个繁体呢，依靠这个其他的这个理由，或者是关待这个其他的因缘而这个假立的，依靠他自己的本体呢，不能体现出自己的这种体性，这
样的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梵体或者是这个家里的法。那么通过这个家里和通过实体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就是让照见一切这个万法。比如说从那个实体来照见的话呢，当然也可以这个分很多的，就是这个实体呢，就是通过这个功用力啊，就是通过这个功用力来可以分的。那么如果功用力来分的话呢，所有的这个有识法呢，就是都可以包括在这个功用啊，就是因为有识法呢，就是起作用的就是这个有识法的法相，因此呢，就是以功用力来就是可以这个分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真理，就是以理来这个分的。以理来分的话呢，凡是世间当中存在的这些法呢，都可以就是按立在这个以理而分的。然后这个相续稳固，相续稳固的话呢，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阶段呢，就因为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七情世界的话呢，就是习气稳固了，就绝对是这个实有的，这也是一种实有的道理。还有呢，就是独自显现的，独自显现的话呢，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当中经常所看见的这个一功相啊，还有那个就是对这个一般的这个一功相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就是这些这个独自显现当中的。那么这些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实有的这种显现法。那么同样的这个家有的这个显现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个分四个部分来讲的。那么首先是第一个是这个部分的这个家有显现，部分的家有显现的话呢，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凝色性呢，凝色性呢，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种贪性，就是贪性和凝色性呢，就是实际上就不过混在一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是这个凝色，但是里面呢也具有贪性的这种部分，就是还有一个阶段的这个家有，阶段的这种家有相现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不相应性的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24种不相应性，据说论里面也讲过吧。还有一个增益的这种家有，就是增益的家有呢，就是所谓的我啊，就是我的话呢，本来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很多人认为是我是这个存在的。现在刚刚说我不存在，就是人的是从法物和人物两方面来观察的时候，的确是我是不存在的。但等一会儿那个下完课以后呢，我到底吃什么？这是喝稀饭还是吃什么东西啊？就是为了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建立啊，就是然后马上这个回去呢，就是开始做最好的这个吃的东西，这就是增益的，就是所谓的增益呢，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存在的，就是这叫做是增益。然后还有是他法家有，所谓的他法家有呢，就像那个就是婆罗门的儿子啊，就是他鼻子，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人们都就是大四字啊，就是其实这个形状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年薪，就是形状方面有点像其实印度婆罗门的话呢，就像现在这个东南亚的有个别国家的那个人一样的，就是那个鼻子很小很小的，就是所以人们呢就认为是就加密为是四字，就是四字。鼻子比较大的话呢，就是一般印度人是最喜欢就是去外面，就是鼻子大的人呢，就是经常认为就是叫做是这个大象，然后鼻子比较小的呢，就什么这个四字，就这是那个他法家有，就是其实呢就是并不是四字，就是那么我们像这样的这种家法呢，就是也是分很多的，不管是家法也好，事法也好，凡是呢我们要懂到那个真正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实体和梵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实体和梵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了知的话呢，与它这个所涉及的实践当中的，比如说就前面所讲的，我们在量理宝藏论里面所讲到的一些那个冥想啊、事相啊以及那个法相的就这些道理啊，还有这个相属、相位、见理、谦语，以及呢就是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隐秘的概念呢，可以包括在里面。但是门峰仁波切呢在这里面呢没有这个光说，就意思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实体繁体啊，会了知就是很多的这个诸法。我们要这个学习隐秘，学习这些逻辑真理的话呢，一定要懂到就是经和有经啊，经和有经没有知道的话呢，那就没办法的。然后这个经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中相和自相当中，有经呢，就是包括在这个限量和比量当中啊，就是限量。这样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就是了知一切这个玩法。当然这个就结义会见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主要讲那个后面的这两个力啊，就尤其是限量和比量，就是前面的这个作用力和观待力呢，就是讲的不广然后后面的这个法尔尼也讲的不是特别的广就是
就是讲的这个真正理比较广，真正理和四不一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内容都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大家这个学习呢，真的有利益的。我们有些人的分辨量很重的，就是然后这个依靠这些分辨量呢，经常产生一些现象，自己对自己带来就是不好的这个一些事情。如果我们道理呢就是根本说不下去的话呢，那就是这是不得不承认的。我们恒仁波切所谓的这4种理呢，最后都包括在这个事实理啊，事实理就是法而理，也就是说呢，一切万法的这个客观规律就是这样的。动到了客观规律的话呢，那么就是否认客观规律的智者呢，就是在实践当中也是没有的，佛教里面也是不会有的。因此，我们这个佛陀的这种思想啊，佛陀的这种教育的话呢，实际上与世间的任何真理呢，根本不会相违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深信不疑。好，今天学到这里。